咱小等礼拜停书中间，尽量莫互这手机啊伫遐弹哦。啊，未礼拜进前开始以前，咱做伙来同心祈祷。听阮的天父上帝，我要感谢你，你的稳定甲听，信心的感动，会当互人相信你、归向你。但阮的教会今日过来兄弟姊妹要领洗礼，愿你的神、你的话语不断感动伊的心，不断更新伊的生命，继续伫主耶稣基督的听甲真理下面，灵命更新，侍奉献身。你家庭甲社会中间做光做盐，愿上帝你保守看顾因，会当准时来到礼拜堂。无受到搅扰阻挡，但会当伫正人甲上帝面前受洗，成做你的囝儿。我们也做伙为着因的洗礼来欢喜快乐，以后成做咱教会属灵的同伴，伫属灵的战场中间做伙来见证上帝你的名。阮只是恳求你来陪伴阮的心来做礼拜。透过你的话来提醒阮，成做阮属灵的食物。主，愿安尼祈祷，乃是奉靠主耶稣信尊名求，阿门。
所有求告上主的人啊，伊甲因亲近，伊亲近诚实求告伊的人，敬畏伊的人，伊互因的心愿实现，佫会听因的求救，来拯救因。弟兄兄姐大家平安。咱即时要参加的吟诗圣诗62首 A， 上帝创造天甲地，咱请记入来吟全首。咱犹原徛咧，要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信仰。咱的主，伊为圣灵导派，并在圣母玛利亚之时，伊本对对那多年来的时候，电视的信海中的礼物，第三天向有我，就你他这专业的上帝话语，伊的力量来生活把咱的心啊，我信圣经，我信上帝教会，信徒的生活，所以下面就可以多啊，因为保命。阿门。谢谢。
咱即时要压头来祈祷，慈悲听从阮的阿爸爸上帝，感谢你顾守阮经过一礼拜久的时间。但今仔日是主你所赏赐互阮的安息生日，互阮有份来到伫你的圣殿内面三角敬拜你。主上帝，你是圣洁的神，阮是嘴唇无清气的人，佮踮伫嘴唇无清气的百姓中，常常伫咧讲话的时，还是做代志的时，得罪了人，嘛得罪了上帝你。主啊，我们来到你面前悔改认罪，求你来赦免我。主上帝，你的话语因阮讲，阮若有你的罪身，上帝你是信实的，是公义的。你就要赦免阮的罪，洗除阮拢总的不义，互阮会当坦然无惊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搁一遍来领受你的恩典甲快乐。主啊，今早起是一个值得欢喜庆祝的主日，有侪人透过小组团契同工的引带来认捌主上帝。今仔日因欢喜伫人甲上帝面前要行洗礼，成做上帝你的儿女，归入上帝属灵的家。成做咱相连教会大家庭的兄弟姊妹，愿守守愿望的上帝，互恁对神来充满着各样的欢喜平安，互恁对圣神的宽容会当得到满满的愿望，互恁将来伫牧师团的教导，互咱将来伫牧师团的教导甲训练之下，会当成做上帝国的精兵。斗阵参与一人一小组，一人一服侍，一人带一人，继续为着上帝国来打拼。互咱相连真真正正成做一个以宣教牧养为导向的教会，世世代代来荣光主你的名。主啊，阮即时嘛要特别为阮所敬听的皮牧师来祈祷，求你的圣神充满伊，互伊传讲上帝话语的时，带来安慰、医治、讨棒的快乐。互阮信主久久的兄弟姊妹领受你的话语的时，定心得到快乐。第一遍来到教会新朋友，因着欢喜拍开心门，名指耶稣成做伊的救主。主啊，阮来祈祷也是无完全，阮即时要用主教示阮的祈祷主祷文来同声祈祷。启用38篇伫圣诗后面的第57页，我来启会众来印。我设使会讲人甲天才音语。我设使做先知。我设使有招逼的神，教野来移山。我设使尽我所有的来尽责，搁献我的身躯互火烧。恁爱是够宽容慈悲，无惊见笑的事，无求家己的利益，无欢喜不义，是甲真理三角欢喜。恁爱永远袂无去。因为咱所在的无完全，做先知的也无完全。
我做囡仔时讲话亲像囡仔，意见亲像囡仔，因为咱单对镜咧看，模模无明。我单所在的无完全。现今所存的，就是信、望、仁爱这三项，其中最大的就是仁爱。继续，咱先歌队要用主我伫遮真水的歌声来娱乐咱的上帝，继续咱的礼拜。
感谢圣歌队用这水的歌声带咱来敬拜上帝，愿一切荣耀归乎主。咱即时要来领受上帝话，伫创世纪11章第1到第9节。迄时天的腔口甲言语拢同款，因往东边迁徙时，伫西乃地发现一片的平原，就伫遐徛起。因互相参详讲，来，咱就来做砖仔烧互伊头。因就用砖仔代替石头，用担仔架代替火斧。因佫讲，来，咱就来起城造塔，塔顶通天，互咱出名，才免咱四散伫全地。第5节，上主落来，要看世间人起造的城甲塔。上主讲，看咧，因是共一个民族，讲上一个语言。当因已经开始做这个事，以后因要做的，咱拢袂当甲因阻挡。来，咱就来去拍乱伊的语言，互因的话袂通。上主就互因伫遐分散伫全地，因就停工，无起即座城。所以迄个城叫做巴别，因为上主伫遐拍乱了天的语言，佮对遐互人分散伫全地。第2处的上帝话记载伫哥林多前书13章第1到第3节，佮13节。我若晓讲人的语言，甚至天使的语言，若无忍耐，我就亲像落咧弹，拔咧遐。我若有传达上帝信息的恩赐，会了解逐款的奥秘，甲逐款的知识。我若有教野的信心，通移山倒海，若无忍耐，我就无路用。我若摕所有的财产去救济，也是献身躯互火烧，若无忍耐，对我拢无利益。安尼信、望、忍耐，这3项继续存在，其中上重要的就是忍耐。上帝话读到这。今仔咱本堂我们所敬听的篇牧师，要甲咱传讲的信息是 AI 甲基督徒的信仰。愿咱用恭敬的心来领受，愿上帝祝听伊话，佮照咱去行的人。做伙来同心祈祷。听阮的天父上帝。阮咱特别为着台湾来恳求，尤其是最近的地震，造成真侪人痛苦、伤心、流目屎。除了厝倒去，亲人失事，连住的所在嘛非常的困难。阮恳求天父施恩怜悯，互因脱离一切惊吓灾害，会当继续安居乐业，过一个正常的生活。也提醒阮每一个基督徒，伫这不断变动的世代，伫阮的生命中间有一个袂震动的国度，就是上帝国度。阮要搁较明白你的心意，行出你的真理。无论环境的好歹、极端的气候、危险的战争、人性的邪恶，拢袂当影响阮甲你的关系。愿上帝保守阮的心思意念，会当继续仰望敬拜你，直到永永远远。愿同心祈祷伫你面前，若是奉靠主耶稣圣尊名求，阿门。今日要分享题目是 AI 甲基督徒生活。可能有人想讲，什么是 AI？ 那这把图是，这是应该是我啦吼。这图片吼。本人无遮缘投啦，但是这拢会当改。什么是 AI 呢 ？AI 就是讲，咱参像一个人，这机器人真厉害，你甲叫伊做啥，伊就做啥。我若将这图片叫 AI 去做，讲将这我的图片、相片改较古水的，伊就马上改。这就是 AI。AI 嘛会当写歌词呢，创作诗歌。嘛会当写文章，应该写讲图片无问题啊。我这篇毋是 AI 写的吼，
咱的准总统赖清德总统，伊讲吼，伊要建立倒一款的行政团队，就是有行动力、创新的 AI 行动团队。想看卖咧 AI 有重要无？对咱的这摆国家社会 ，AI 是咱以后要主导的物件。用智慧创造创新，这是伊的价值观。但是这价值观伫咱的生命中间，咱基督徒有啥物关系咧？可能大家有使用这 AI 的物件无 ？ChatGPT 有人在使用无？可能有人无在用，有人在用。你有在上班的吼，这物件真好用呢。这 AI 安怎好用？这 AI 吼，咱会当对话，比如讲，我要写讲道片，讲 AI 甲基督徒生活，伊就会收集真侪资料，然后摕互你看。你讲你上班文章写了，我转做这 PPT， 你嘛会当讲AI 你给我写，我这资料互你，你给我转做 PPT， 叫做影片，有这文字，甚至有诗歌。这拢是真简单啊！即摆 AI 愈来愈强呢。有人讲牧师AI 出来，恁头路拢无啊。AI 发展了后，你看车有人在驶无？无人在驾驶啊。飞机嘛无人在驶汽车甚至你去7嘛拢无人的，拢用这 AI 的物件来代替原地人啊。其实咱来想看卖 ，AI 若真正遮厉害啥物拢会当做，但是呢，有伊的限制伫的无？当然有啊。其实 AI 是一个真强的工具啊，但是毋通凊彩用啊。有人讲 AI 这个工具遮尔好用，大家拢来用，无毋对啊。但是毋通乌白来用啊。你来看这个图这是 AI 改的本地是一个台湾人对无？会当改做外国人，伊的声音讲话拢是会当变，所以即摆美国伫调查，有一寡歹人用这图片把这心灵的这相片，这色情的相片色情的物件改做这少男少女，甚至儿童的这头壳迄个面叫人去买。美国警察调查真济这查遐查煞尾讲，这图片是 AI 改的，所以要法办这个人无多办，法律无办这 AI 这物件，所以这人造智慧这方面在使用的时虽然真好用，嘛诚做犯罪者会使用的工具啊。咱有出国旅行的经验无？以前去日本你不要讲日本，可能看汉字小可会通啦，但是买物件要创啥无方便对无？即马手机也无共即摆人造智慧这 AI 物件你甲我讲日文，我甲你讲台语会通的，互相会通的。我甲你讲日文你甲我讲台语拢会互相，但是是讲无共款语言，但是你听到是你会晓的语言即摆手机会当做甲安尼咧，你讲拍以前咱咧读册拢袂晓对无？看这英文无啥会晓，查字典对无？即摆毋免查，翕相、翕了，甚至你的手机翕相了，完全拢翻译出来。这是真正 AI 真好用的所在，但是呢 ，AI 真正袂当黑白用啊！拄创世纪十一章中间。天下万物的时，开始的时，人类共一个语言，拢互相会当通啊。但是伊去做歹代志啊，讲我来做一个塔，做一个城，要用光家己的名呢，毋是用光上帝的名。上帝混乱的语言，互因拢袂通，无以后因要做啥，拢会当照家己意思黑白做。但时代无共款这科学家、科技的人员组织做伙时，古早语言袂通啊，即马拢会通呢。
全部世界上介巧的人自己做伙，要做啥就会当做啥，这是真恐怖的代志啊！因讲来啊，因要做什么代志拢会使，所以上帝互因袂当沟通。但是即摆现在世代因为 AI， 什么拢会通啊。所以，什么人有 AI 的主导权，什么人就有这种有 power， 有这种权柄，有这款的权利来使用。以前咱拢知影，每一个国家拢有人工无够的时，拢对国外用这外劳来到引进到台湾，全世界先进的国家，人工无够的时，拢雇用这其他国家的人工到伫因本土，但是薪水拢足低啊。当然以后咧，真侪人毋免上班，都通抬头，因为用 AI 取代这一切人工所要做的代志。你会晓数学吗？你数学真厉害吗？你是数学老师吗？我用 AI 教比你教的更较好。你是医生吗？你看患者吗？哦，这查这资料，你将你的报告拢甲录入去，这 AI 判断讲哦，你是什么病，马上就查出来。未来的世代是真正无共款的世代。什么人是用这 AI 的主导权？生理人、头家，可能愈来愈有钱啊！我不爱请这员工啊，我用机器、这机械来代替所有的人所要做的代志。你即摆可能去7-11拢无人啊，银行嘛毋免人，全部电脑化，全部用 AI 来处理。所以有这 AI 的官兵的人会愈来愈有钱。咱的社会变做安怎？牧师伫遮提醒。咱对约翰一书第3章17节到18节来看，一个富有的人看到家己兄弟姊妹有欠亏，可是硬心不爱睬伊，会当讲伊是疼上帝吗？毋是啊，咱的疼毋是只有喙底下讲疼，必须爱真实的疼，用你的行为来证明出来。这个世代可能会甲以前无共款。我咧读册时。读到一半是拄好有 personal computer 个人电脑出来，做牧师的时有手机啊出来啊，这手机啊，佮有 AI 的手机啊，拢无共款，愈来愈强啊。但即马少年啊出世着 ChatGPT， 有这 AI 已经出来，人造智慧拢已经出来。那愈来愈有钱的人，无照着上帝生行。无去听别人，愈来愈有钱，我家己会当使用就好。我趁愈来愈有钱，会当享受，安尼无一定合主的心意。爱讲爱有听，你若是基督徒的头家，你有真好的权柄，你有真个 AI 技术甲遐个物件，但是你的员工无头路时，你有照顾伊的家庭无？这才是真正的听。第二项提醒 ，AI 是欠缺信用中的听。AI 会听你袂？袂啊 ！input 啥就 output 啥，你甲输入啥物件，伊就啥物物件反映出来。AI 吼是照这个创造伊的人，以这指令去处理代志。所以 AI 虽然会当做真好的代志，但是伊无听这方面啊。听什么是听？听是一个决定啊。虽然咱像讲 AI 真厉害。但是，伊无即款的疼心伫生命中间，疼是上帝创造咱人上界特别的所在。疼是一个决定，你的牺牲是一个决定啊。你按时啊，有当时半暝啊，有人厝内底有亲人过身，你会靠什么人？靠牧师啊，对无？啊，牧师爱处理无？哎呀，牧师会忝袂？袂哦，会啊，当然会忝啊。但是呢，因为忝的原因、忝的缘故，伊必须半暝啊起床走去你厝内底帮助你处理一切丧事的代志。这是一个选择，选择牺牲，这是一个选择啊。AI 毋是照这选择哦 ，AI 袂是牺牲哦
，AI 是照安怎处理，逻辑去处理，应该安怎做就安怎做，无疼无牺牲这款代志。疼是一种的选择，疼是一种的牺牲啊。AI 无这方面的特别所在，所以在咱读经文中间，《哥林多前书》13章第1节到第3节提醒咱：你会晓逐样的语言吗？题材所讲的话吗？若无听，什么拢毋是啊！若无听，你有讲道的才能吗？AI 讲道比可能无输较好哦。你有达用的知识吗？信用的知识 ，AI 才比教授搁较厉害呢。AI 读册比咱这无书读较济，比新海老师搁较济。读真济册，看真济文献 ，AI 在处理的是，伊讲啊足清楚，这信用的道理会当讲啊清楚，但是无听，什么拢毋是啊。咱的信用，咱会当传达上帝真理，咱有达用奥妙知识，若是嘛有信心会当移山倒海，若无另外，咱就无路用啊。所以 AI 跟咱想象无共啊，伊是一个工具啊。信心、愿望、仁爱是仁爱是永永远远。你有信心吗？你有愿望吗？有当时咱到天国所在、天国所在，这拢无需要。只有听是永远存在啊。咱爱做一个选择，当你今日要信主耶稣洗礼嘛，对无？这是一个选择啊。马太福音16章24节讲，后来耶稣对伊的门徒讲：要缀我的人，就要完全否定家己，也家己的世界来跟缀我。这是一个选择。上帝创造人甲机器，这 AI 无共款所在，就是咱有自由意志。这自由意志放伫阮的生命中间，你家己会当做一个选择。但是咱要选择啥？咱要选择什么？你去咱的生命中间呢？上帝创造人有灵魂体，你的魂的部分，你的灵的部分，尤其是你灵的部分，甲上帝当相通。你拍开你的心门，来相信耶稣，甲上帝有来有往的关系。但是咱每一天生活，咱是邀请什么入去咱的生命中间？你有听伫这生命中间无？有主耶稣的真理，甲听伫咱的生命中间无？你有相信主耶稣无？这是一个选择。相信主耶稣，咱诚做一个人是敬拜上帝的人，是上帝囝儿。你活的毋是像一个 AI 哦，上帝创造人，人是上介好的 AI 啊。但是这 AI 比一般 AI 更较好。受上帝听甲怜悯，有上帝自由意志，互你选择伫你生命中间。申命记30章19节到20节，提醒咱每一个，就是你爱做一个选择。你要选择性命吗？要选择听上帝顺坦伊话吗？你要选择对上帝有忠心吗？这是一个选择啊。AI 无共款 ，AI 你写什么指令，伊就做啥；你叫伊做啥，伊就做啥，伊袂当反对你所讲的。但是人无共款，人是上帝所创造上介好的 AI 啊，上介好的机器人啊。但是这机器人甲一般机器人无共，是有听，所以无读爱。你我拢是基督徒，有听伫咱的生命中间，所以咱会当听别人，听上帝，互咱生命无读爱。第三项，毋通过头将这 AI 拜这 AI， 将这 AI 当作神，用任何一款的方法形象来代替真正的神。你知影这世代无共款啊？有人在拜拜，你会当理解；有人在拜这 AI， 你会当理解袂？讲无需要靠这种人，就是有呢。诗篇16篇第4节讲：去祭拜神明的人，一直会加添痛苦。我无参与因的献祭，无敬拜因的神明，毋
嘛无敬拜伊的神明，但是你爱知影，你一天用偌济时间伫看这个手机啊？啊，咱用手机啊，看要去倒位 ，Google Map 要去倒一个餐厅，咱用手机啊去搜寻嘛，对无？去找啊。啊，咱用偌济时间去看3C 的 YouTube， 看电影，也是追剧有无？啊，咱用偌济时间祈祷？咱用偌济时间来敬拜上帝？咱用偌济时间来看上帝话？其实真少啊。某一方面，咱将 AI 当作咱的神啊。咱种亲近 AI 这世界的物件，但是确实无亲近上帝。我咧想讲吼，有一天吼，拢停电吼，啊，手机也袂当充电吼，会当写讲图片袂？会当做代志袂？咱拢啥物拢袂晓，其实毋是啊。咱来挖开是咱的天父阿爸爸上帝，真正有人去背。咱拢知影 Google Map 拄我讲的 Google Map， 你会当做这电子地图吼，点住这地图去找所在，要去找餐厅，要找病院，要找什么所在，拢会当做。你知影发明这个人哦，这 Lewandowski， 伊吼发明这 Google Map， 帮咱真侪人无毋对，甚至伊创设一个公司叫无人驾驶的这个公司啊，开发真侪无人驾驶的车。但是呢，伊的思考真正有对的所在，嘛毋对的所在。一个 Back Channel 这个杂志讲吼，因在这加州的政府档案中间看到一个宗教创业的公司的文件。这文件中间讲吼，这个公司的宗旨是讲发展推动，透过 AI 形态，透过这理解崇拜。这 AI 提升社会福利呢？这有问题呢？你是咧拜 AI 呢？伊讲有一天啊，咱的人啊，愈来无像 AI 愈来愈厉害啊。有一天会发生什么代志 ？AI 什么拢会晓，比人更较强，也统治世界啊！统治世界就是神呢，敢毋是？所以伊拜这 AI 这真常啊，但是对着咱的信用来讲，咱毋是拜这物件，咱毋是崇拜这科技，咱毋是崇拜这 AI， 咱只有崇拜咱的真神，咱的上帝。当恁家要信主耶稣、领洗礼，甚至咱信主足久的人，你所挖靠的是甚物啊？你会当安怎算？安怎找？透过这科技的工具是一个参考，毋是100%爱相信伊，伊袂当成做你生命中个神明啊！咱拄着困难，咱基督徒信主以后会拄着困难，咱需要帮助。你唯一的帮助是上帝，你所要挖靠的是上帝。AI 是有缺点，甲伊限制。英国有这个邮政这个单位吼，因这邮政这个单位吼，因的这个软体、会计软体、会计软体内底，咱算这个算数，算数中间都讲，这主管就发现讲，发现讲哦，这小出问题，钱走去倒位？伊讲机器一定系无问题，用富士这个公司吼，这间公司最好，应该无问题。应该是员工乌西啦，偷摕钱啊！雇这员工几啊百个哦，这是英国发生的代志哦。煞尾发现是机器出问题，毋是人乌西啊，就有人自杀，有人啦，有罪啊，真侪痛苦的代志发生啊。所以英国宰相讲要处理这个代志，告这富士这个公司呢。所以咱莫是讲机器人无缺点哦。大家拢知影 Facebook， 你有用 Facebook 无？脸书啊，这软体毋是这面啊，脸书这软体，你有去用无 ？Facebook AI 这部门伊咧做一个试验，因着这员工吼，创造真侪机器人 ，AI 的机器人，这 AI 机器人互因一款的语言，这语言因的机器人互彼此互相相通呢，开始讲话呢。
用伊设定的语言去沟通呢？有一天吼，因惊到啊，这工作人员惊到，为什么？机器人中间有两三个机器人吼，开始发明家己语言，彼此沟通。啊，这员工看无因咧比啥梦啊，紧甲这机器人的电源关掉啊，惊死！这是真正发生的代志哦。人无法度主导机器人，这 AI 物件是出问题哦。伊若家己有自由意志，可能嘛是一个大缺点啊。啊，我甲青少年做伙吼，有一届伊就互牧师看讲，牧师你知影无？即马 AI 库牧师，我哈哈，你 AI 库牧师吼，你甲用信用问题甲问吼，比如讲这阿伯拉罕是伯拉文是啥物意思？哦，伊就完全写出来。啥物是仁爱？啥物是啥物哦？啥物是奉献？你甲拍落去，伊会甲你对话呢。那亲像一个活人共款，甲你对话，毋是机器人哦。其实真侪拢是机器人啊！你即马用这信用卡啊，甲什物公司通话，可能毋是真正的人甲你讲话呢，拢是这 AI 产品啊。伊讲吼 ，AI 这个牧师吼，无受时间、空间的限制，24点钟毋免困呢。啊，牧师需要困无？哈？哎呀，啊，你需要困眠无？有啊，有需要。但是呢，虽然伊24点钟会当陪你读圣经，教示你信仰的道理，但是伊有伊限制啊。AI 无法度代替你甲上帝关系啊。咱甲人建立关系，咱人甲上帝莫建立关系，你怎样甲上帝建立关系？读上帝话啊，过来祈祷啊。你当用 AI 祈祷无？亲爱的 AI 啊，我甲你讲一个代志。无啊，你会命令伊做代志，袂甲伊沟通，袂甲伊崇拜，嘛袂当甲伊祈祷啊。过来 AI 无明白上帝的旨意啊。咱来讲上年教会旨意，咱交互 AI 处理好无？上年教会未来，上交互 AI 处理好无？可能伊分析未来会拄着什么问题，社会拄着什么困难，但是伊无完全明白上帝真正的旨意。咱来看创世纪前，咱来看约瑟故事。约瑟甲法老王对话中间有7年丰收，对无？7年安那饥荒，对无？啊，伊会知 AI 算袂出来啊。但是上帝拢知，上帝知影咱生命中间上介重要是啥物？你的人生要怎样行？你要读什么册？做什么工课？你应该服侍什么代志？做上帝工，上帝上介清楚啊。AI 无明白上帝旨意啊，这是你爱甲上帝建立关系，超车上帝心意。AI 嘛袂当取代咱甲其他集体交流的关系。兄弟姊妹做伙，咱做伙祈祷，做伙唱诗歌，咱做伙做什么代志？甲机器人做伙无共款啊。咱今日有路人破病，你若讲我胃痛，啊，牧师为你祈祷。喂，牧师毋是讲拢录音就好呢？啊，胃痛即个祈祷词，目睭痛即个祈祷词，啊，即个心脏病即个祈祷词，啊，你甲我讲你破病，我就试落去。哦，心脏病祈祷即项，胃痛即项，你若听到即种祈祷词，你会安那？你会足欢喜的吗？袂啊！人甲人的集体关系交流，咱的兄弟姊妹做伙，咱做伙来敬拜上帝，嘛是共款啊。你咪采一个机器人伫遮，我若采一个 AI 牧师，我伫遐讲道，啊机器人，啊你感觉安怎？怪嘛？那 AI 袂当取代替兄弟姊妹中间的交流。第4项，我就讲 AI 嘛有错误的时阵啊 ，AI 毋是完全的呢。嘛做毋到时阵，但是咱爱知影一项代志，只有什么人是完全的？咱的主耶稣基督是完全的，只有听咱的天父是完全的。你来想看觅 AI 会为着你来死无？
袂啊，就听咱的天父上帝，咱的主耶稣，多加着心来到世间，为着你我来死。但咱兄弟姊妹今日决心相信主耶稣基督，我相信你以后无论拄到什么款的困难，你要知影主耶稣疼你，你要用主耶稣的疼去疼别人，甲上帝甲人建立合一的关系。阮做伙来同心来祈祷。听阮的天父上帝，阮同心来到你的面前，求你保守看顾阮的心，会当常常用你的话语来检验阮所行所做的。伫这幕后的世代，非常重视科技的世代，我相信，阮要将你的话放伫阮的心内，互阮有你的听，有你的真理去行。唔通互这世界价值观念来所捆绑，互阮会当有好的见证来荣光你的名。主，阮同心祈祷伫你面前，你乃是奉靠主耶稣圣子名求，阿门。咱即时要来放一个见证，是咱即届领洗礼中间有一人有一个好的见证。我今年83岁，我姓黄永山。我18岁的时啊，台南师范出业，个为甲小学开始，一直个进修，然后做教授，做企业的负责人。即摆当然这年纪是退休啊，但是呢，我还有一寡社会工作咧做。我第一届是伫台南的时甲小学有同事。同事是基督教徒，伊的家庭嘛，拢总是基督教徒，个听因咧讲基督教的信仰是啥物，伫做啥物活动。虽然真紧的接受但是呢，我并无用精神伫遐，因为当时我上要紧就是爱改变我职业的未来，因为我无愿意为18岁直做啦，做到65岁拢是小学老师的，所以我准备。要参加联考，考大学，然后我继续直进修，甲我认为讲会使了，佫摕着博士学位就会使了，我佫变做家己自修，无佫伫学校咧受教育。我家己的囡仔有2个囡仔，不管伫台湾还是伫美国，真拄好拢总是伫基督教的大学受教育。我伫即个做教授的过程中嘛捌伫基督教的大学来认真教。虽然讲迄毋是专精的，但是咧，伫迄当时较歹生活吼，往往嘛拢咧靠精点咧生活所以有课通教佫去所以我是为台湾头教到台湾尾西边教到东边佫真拄好啦，真不幸啦。即个伫去年的8月23，我的家后透早突然间闹出血，真严重，所以含开刀嘛无开刀，有插管。伫即个病院内面佮带1个月2个月，挂到去互赶出来，赶出来我要去找一间养护中心，因为佮随去急诊安尼，佮无甜佮落解，一个出院，佮转去养护中心，中心的社工人员佮来问讲是有啥物信仰？其实我过去个拢无咧信仰，我是将宗教我看作学问安尼咧研究的，所以大家宗教的教育加减拢捌一丝我的囡仔嘛大人佮伫即个外商公司要做 CEO 伊个抢伫我头前甲伊回答讲基督教，我做雄煞 shock， 想讲若恁妈妈要洗礼。我就想煞，就是迄个传奇，这实在讲咧是真奇妙的代志安尼。因为我过去拢无咧想讲是要信啥物教安尼，雄，我的主题甲我做决定，我个拢无第二句话，个承认，个安尼继续谈理，所以我这家后3月初4洗礼以后有一日我的查某囝个后生喊我做伙去看因老母，伊就感觉妈妈洗礼了以后看伊拢
面拢放松落，嘿，啊，个无个再个去金针啊，嘿，啊，所以，我个有真济这个感触安尼吼，所以这个上帝有咧帮衬，有赐我恩典，嘿，啊，我个更较积极，来这个相连教会接受这个牛律师的这个，这个装备班，啊，伫这个过程呢，啊，我个做一个，伫这个牧师的传教之下，啊，做一个有系统的粗浅的这个整理，这嘛是真心小的代志。我本来咧做代志，我嘛做社会的代志，真济社会责任的代志我拢咧做，但是我拢绑得很紧。但代志拢安怎家己来约束，啊，家己来计划做好势。啊，我入咱这个相连教会以后，我有怎放松起来，啊，有交啊上帝，啊，感觉真轻松，啊，做着嘛佫真顺势。真水的见证哦，将一切荣耀归予主。咱即时要参加来吟圣诗212首，圣诗212首。咱人既然带罪出世，咱请起立来吟。坐，咱即时要用方言继续咱的礼拜来。
起立，来做感谢祈祷。是阮的主，阮感谢你，使阮教业会遮清净，嘛使阮灵魂精英会当来教会敬拜你。主啊，阮感谢你，我们献上阮淡薄的金钱，阮的财前，阮的一生伫你面前，愿你来监纳，成做你圣工的路用。阮安祈祷，拢是奉主耶稣基督圣之名求，阿门。请坐，继续圣礼典，请主任牧师来主义。咱即摆要来举行圣礼典，请要受洗礼的几位兄弟姊妹来到头前吼。咱今日圣灵洗礼有吴秋贵姊妹、黄英三兄弟、黄林宽兄弟、罗一中兄弟。更新咧有一位，就是张嘉娜姊妹吼。所听的兄弟姊妹，请大家注意来听，主要所基督所吩咐的话。伊对世人中过活了后，还未上天的大声，伊有讲：天顶地下的权已经拢总互我。所以，因着去招万百姓来做学生，甲因行洗礼，互因归伫爸囝圣神的名。既然我所有命令恁的，着假是因守，佮我日日甲恁伫地到世间的落尾。伫圣经中间，嘛安尼记载：伫五旬节的时，彼得传福音互众人，对听伊的人安尼讲恁着悔改。逐人伫耶稣基督的名受洗礼，教互恁的罪赦免，佮要受圣神的赏赐，因为所应允的归伫恁甲恁的子孙，以及拢总远远的人，就是既然主咱的上帝所要调的。所以，亲像迄时彼得叫人着悔改信耶稣基督，佮来受洗礼。但我也要对徛伫上帝甲众人的面前的恁，安尼讲，恁着深信，若真实反悔，告别恁的信仰，佮伫伊的名来受洗礼，今仔即个圣礼典就要成做你的罪得到洗清气的记号甲印证，佮表明对圣神来得到顶头生来结连伫基督。所以，当你要接受洗礼，就伫上帝甲众人的面前告别恁的信仰，来应答牧师所问恁的。恁有信上帝做恁的天父，耶稣基督做恁的救主，圣神做恁的保惠师啊无？恁有诚实反悔恁的罪，也着信靠耶稣基督救赎的功劳，恁有要安尼做啊无？恁着我靠上帝恩典，尽力服侍伊，一世人行伫伊的道路，尽信徒的本分。恁有决意要安尼行无？这个时阵要来行洗礼，请会众起立。我秋季，我用水来行洗礼，互你归伫爸囝圣神的名，阿免。黄英三，
我用水来行洗礼，互你归伫爸囝圣神的名。阿门。杨林宽，我用水来行洗礼，互你归伫爸囝圣神的名。阿门。罗一章，我用水来行洗礼，互你归伫爸囝圣神的名。阿门。愿平安的上帝，互恁一尽正胜，佮愿恁的心、甲魂以及身躯，伫咱的主耶稣基督过来时，拢得到保全，无通险。当恁已经告别恁的信仰来受洗，我去教会头，也是大灵君，咱的主耶稣基督的名，以及奉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相连教会小会官兵接纳恁做陪参会员，有份伫主的道加新的约的稳定。咱同心来祈祷，全能慈悲的上帝。愿对身体感谢你这么大的恩典，用这个圣礼典接纳你的囝儿甲查某囝进入你的教会。愿主赐福因，求你也用圣神降落伫因的顶面来坚固因，让恩典赏赐因，互因永远结连伫基督，得到主的充满，永永远远踮伫你内面。主啊，当因拄着试探的时，求你保护因，互因会当称赞信仰好的称赞。求你用你的气力扶持因的软弱，保守因会当安稳伫你的听，佮互因会当一世人来服侍你。是阮的主，阮感谢你，互阮参与这个圣礼典了后，会当更较明白洗礼的意义。求你保守阮。因带阮，互阮对他了后，会当做你尽忠的奴仆。阮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圣主的名，阿门。会众请坐。咱无，迄个咱受洗礼的人，伊愿徛伫吼。咱即马要邀请咱教会的牧师甲小会员，吼长老来握手来接纳。甲一个礼物要赠送互因。请恁向后转吼，牧师简单来介绍各位吼。牧师咧介绍的时阵吼，请因亲戚朋友吼。个小组员吼，伫教会内底朋友拢会当起立吼，咱做伙拍鼓来欢迎吼。第一位是即个吴秋桂姊妹，吴秋桂姊妹。第二位是吴永三兄弟。第三位是林宽兄弟。那位是罗一中兄弟。
最后一位是张嘉娜姊妹。好，咱请回座哈，请回座。咱要来报告吼，咱今仔日时间的关系，咱招报内底定足侪事项，咱会当去关心甲带倒。我要简单来报第4点具体关怀。本会会友张敏心弟兄弟伫4月16安休之外，已经伫4月26顶礼拜5。伫台南的柳营区乐园殡仪馆举行个别礼拜，感谢兄弟关心，愿上帝爱阮遗嘱。再来第2，本地会友张丹碧姊妹伫4月13安休之外，定伫4月29会过来本礼拜5点半伫7楼礼拜堂举行个别礼拜，请兄弟关心代祷，愿上帝安慰遗嘱。咱即时要来吟线会4、5、14首，咱请起立来吟。做伙来领受上帝祝福，愿主耶稣基督恩惠、上帝疼叹、圣神的引传带领，甲咱兄弟姊妹，甲咱同在，直到主你过来，阿门。请坐。这时要代表教会来欢迎头一遍来到阮的中间的兄弟姊妹。头一位是汤淑英姐妹，汤淑英伫倒位？好，欢迎。因是头屯地区来到台北佚佗的吼。第二位是廖初枝姐妹，廖初枝姐妹。哦，里面所在。第三，廖顺义、洪梅珍，这是阿莫夫妻哦。好，第后边所在吼。好，请坐。第四位是詹美琴、黄敏修。好，呼呼吼，来欢迎。
请小等礼拜三时会当到伫阮的招待所在来介绍教会，互大家了解。咱头前遮有迄个银山乡的迄个亲戚朋友吼，伊跟咱起来迄个篮球场了，篮球场了，阿哥已经在遐。台篮球场了是迄个台篮球牧师的一个大先生吼，过去是迄个新老病的副院长吼。其他个有无介绍到的？迄个加纳的爸爸妈妈吼，嘿，请起来。好，咱庙道闭会吼。